就嗰個回覆就係嗰個營運收益低至於營運開支而出現營運虧損的可能性不大嘅最後尾嗰段。但係我想問咧，就即係可唔可以講清楚政府同鐵路嗰個協議係鐵路公司嘅協議係，如果有虧損咧，係究竟由政府去再補貼啊，因為加車費係點樣做法？可唔可以講清楚俾立法會聽咧？因為我睇翻你嗰個營運開支咧，每年咧2016年咧就0.73。以10億元計，因為每年係7億幾嘅營運啦。如果我冇睇錯數字啊，究竟呢啲嘅營運到時有虧損，究竟邊個包底咧？民主黨啲議員好似放力啦，嗱，剩翻2個鐘嘅啫，2個鐘即係而家8點啊嘛，2個鐘就真係10點啊，會議講清楚你個問題啊，金議員。叫民主黨加油好唔好啊？文件同埋你邊份文件話？你講多次個名。民主黨加油！民主黨加油！嘅文件，即係上次財委會嘅補充。PWC 30啊。09、010嗰號文件啊，你一掀開就係嗰張就係 PWCI 15啊嘛，係咪啊？15冇錯係啦，係嗰份揾唔揾到啊，局長？唔緊要啊，我第45段。我理解就係議員想問嘅就係話嗰個營運上點解我哋覺得佢係虧損嗰個機會不大。唔係，主席我唔係處理。主席我唔係話點解，因為你頭先答咗㗎啦，點解不大？但係如果將有虧損、營運虧損嘅時間，究竟嗰個處理係點樣做法？係咪由政府會包底去即係處理個營運虧損啊？局長你頭先答就話唔會有虧損嘅係嘛？我哋覺得個機會好低，但係咧，其實之前我記得上一次我哋開會嘅時候，因為我哋係每一年所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當年迪士尼起嗰陣時咧，整體嚟都係政府話應該會賺好多錢㗎，好掂㗎。但係今時今日，早排咧呢個迪士尼喺立法會嘅時候咧，有個議員問，好似真係咁大威文嘅，佢話：喂，如果而家迪士尼搞成咁，不如賣晒佢啦，好唔好啊？跟住個官員咧，知道點答啊？佢話：以迪士尼而家個營運嘅狀況咧，應該好難揾到買家㗎。啱個項目咧，佢係等於佢自己又要支付佢嗰個成本以外，佢又要去借貸等等，有息口啊咁樣。所以整體嚟講，呢個我哋講咗一個50年嘅經營權咧，我哋覺得當中咧佢係可以自負盈虧做到呢一個問題。唔使啦，即係佢答。主席，我即係話想記錄在案嘅，因為如果有真係有虧損嘅時間咧，政府係會點樣處理嘅？不過另外一個問題，頭先講緊有關嗰個即係地層回收嗰個問題咧，阿局長就講緊咧就即係港鐵就好有經驗咁啊，我就同大家分享下啦。而家喺西港島線咧，而家地層回收咧就喺個區入邊咧就鬧得真係好熱烘烘。頭先副秘書長一路講緊嗰個所謂嘅社區聯絡小組，我同副秘書長講咧，啲居民就覺得嗰個小組係廢嘅，因為咧就即係各有各説，即係港鐵有港鐵講，居民有居民講，根本就唔係協助啲居民去解決究竟地層回收嘅問題。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咧，究竟政府會唔會有一個賠償嘅金額係計算出嚟，主動話俾啲居民咧？其實喺西港島線，當時政府就問即係立法會嘅財委會預留咗一筆錢，其實政府係有個計算嘅，其實知道究竟個價值係幾多嘅。咁我想問翻喺今次呢個高鐵呢度，究竟政府預留咗嗰個價值喺呢個地層回收嘅項目上面，將會預計係幾多呢？而呢個項目嘅金額係咪可以公佈俾啲小業主知道，而等到啲小業主咧可以基於呢個金額，佢哋可以索償。當然，如果佢覺得呢個金額，答啦，冇時間，有冇留低啲錢？主席，呢一個係一個評估，唔係一個預留，因為我哋今次亦都冇請財委會話我哋另外一筆錢要預留，因為呢一個係要到將來呢個賠償咧，因為而家收回地層係唔影響佢個安全等等，一定要去到佢譬如話佢要去到佢嗰個重建啊，佢真係重建受損嗰時候先至會遇到呢啲嘅問題嘅。佢有個估計嘅，主席佢有個估計，你估計有冇估計啊？秘書長，副秘書長有冇估計？快啲答！主席，我哋喺俾呢個公務小組嘅文件裏邊咧，亦都有講過，我哋一個估計大致上咧就係
大致上咧就係呢個1億9千萬度，但係即係我要強調一點咧，呢個係一個好粗略一個估算，係一個好粗略一個。呢個係咩錢嚟㗎？1億9千萬。假設即係如果收回地層係需要作出任何嘅賠償的話咧，呢個係一個好粗略嘅估算，實際咧係要到真真正正有呢個申索嘅時候，睇個申索本身嘅情況咧，先可以決定嗰個實際上係咪得唔得值。如果得值的話，個賠償係點樣樣？咁我亦都要想借呢個機會再強調一點咧，其實喺呢個鐵路隧道上面能夠成功重建嘅例子咧，亦都有不少嘅。我哋文件上亦都有交代過咧，無論喺上環啊，或者喺呢一個北角呢一啲，即係都係一啲比較舊啲嘅區，或者係一啲舊樓多啲嘅地方，亦都係有呢個喺鐵路隧道上面能夠即係有一個好比較大規模重建嘅例子。梁國雄議員，跟住係李卓人議員。1、2、3、4、6、9，開罰10.02嘅問題啦。咁嗱，你嗰個就係講咧，就係話咧，預計係預計嚟㗎。講高鐵香港段施工平均可創造5500個就業機會。何謂平均可創造咧？係點嚟嘅咧？高峰期更可達11000個。按工種及時期細分咧，在高鐵香港段工程開展初期啦，初期係咩咧？2009年嘅12月開始到2010年嘅6月，就創到咧就係1500個職位。係點計出嚟嘅？同埋嗰啲職位啊，你有冇精算過就係話每個職位嘅壽命有幾長咧？一日計係職位次數咧？係咪？局長或者咁咧就仲有一樣我讀埋，佢話在廣深港高速鐵路通車後，預期亦可創造1萬個職位。咁呢1萬個職位係幾耐嘅咧？因為永世長存嘅咧，冇講嘅。咁嗱，我就睇到有啲數據啦，就係你哋講出嚟，即係我想答一答謝偉俊啦，就話佢話貫通全國。我就唔係叻人嚟，我睇信報嘅啫，佢就話咧，其實啊，有位叫遠星嘅人啦，Albert Yuen，咁咧就係港鐵策劃經理兼工程師遠星咧，就係話咧，每天來往西九龍站嘅173對列車中，有108對以深圳福田或龍華為終點站，7對來往虎門，25對來往石壁，長途線只得33對，就咁多啦。即係如果貫通全國得33對，呢個係港鐵講嘅。港鐵有冇人喺度啊？遠星有咩問題啊，梁議員？咁啊，嗱，呢數據咧就同大家講嘅唔相吻合喎。其實即係開嚟開去都係開去龍華啊、石壁嘅啫喎。貫通全國咧就上到去自己搭嘅啫喎。呢個咩嚟嘅？咁你正話講嗰啲數據使唔使收翻？局長，你明唔明啊？梁議員問你咩？即係我解下。唔明唔緊要㗎，我下次再問。其實咧，我14號開去廣州33對。